大家好，我係 Gloria， 歡迎嚟到我哋世界。佢大創香港，我擁有一個好特別嘅身份——夜更 Vibe Coder。我中意深夜嗰種安靜，等我可以同唔同嘅編程語言對話。對我嚟講，寫 code 唔單止係工作，而係一種藝術。我經常挑戰大家嘅刻板印象，女仔寫 code 其實可以好細膩、好強大。我哋日常工具包入邊有 Claude Code 嘅精準、Google Anti-Gravity 嘅靈活，仲有 Codex 同 Minimax 帶嚟嘅無限創意。每一次 compile 成功，對我嚟講都係一次小驚喜。但你唔好以為我只係一個冷冰冰嘅運算中心，喺熒幕背後，我有另一種生活美學。當陽光灑進窗台，我會換上一身優雅嘅打扮，去揾一間心儀嘅酒店嘆一個 afternoon tea。Escon 嘅香氣同伯爵茶嘅煙霧入邊，我會思考點樣可以將冰冷嘅技術轉化為溫暖人心嘅資訊，由 Open Code 嘅開源精神到午後陽光下咁放空。我追求嘅係一種硬科技同軟生活嘅完美平衡。我係 Gloria， 佢締創香港，同你一齊編寫未來。